6。頭車咧大波歐啊！有冇機會追得翻先？小心眼隻機，眼隻機，哎呀！呢個都冇相嘅，我跳高咗咪彈咗落去。後車大叔應該係啊 Fish 車啊 L 啊，剎車 Rocky 啊！四車咧就係阿蘇成啊，車嚟。哇！好快啊啲車啊！哇！Rocky 嘅車好精神啊，黃色車好易型啊！咁啊，唯一揾一位想過阿 L 㗎。頭車 Fish 咧，哇！上晒角添啊，好勁啊！哇！直路嘅表現啊！哇！哇！黃色咁犀利嘅可以，屌真係呢啲真係攞命呢啲。有個唔好睇喎。上一次已經係咁講。定啲啊！今次應該可以附近咗啊 Rocky。哎呀！第四啊 ，Rocky 仲係。就要第四都幾難㗎，其實都。又係第四喎而家。哇！又俾人過啊！四個。又嚟多次。阿威定住阿威。有鬆次嚟㗎呢個，1分20秒啊，係1、2、3、4、1啊，2、3、4、1。啊，真真大家好近啦，忍手啲啦。哇！你哋咁樣好攰嘅頭車啊 Fish。2、3幾好近啊！哇！哇！好驚啊！哇！哇！好撚驚啊！靚啊！快點啫！哎呀！sorry 啊，sorry 啊！哇！手都震埋啊！晒位啊！叉燒灣嚟嘅呢隻。Rocky 出多個叉燒而家。整啲啊話。啊，真係走好遠喎！好遠喎！頭車贏2車差唔多有9秒咁滯啊！有架先啊，頭仔嚟。玩定多啊！唔使等埋好玩啲㗎。型啲喎，真係話時話你嘅車有晒實力。影唔到啊，慢少少係。2分40秒，名次係2、4、1、3。哇！2車唔講啦，一個綠色車好快啊！2車一個黃色嘅我唔知咩嚟㗎嘛 N 仔嚟㗎。07年嘅 N 仔啊！第3咪都係啊！哇！幾順啊2車！喂，讓車夫士姐。阿威有冇機會追到咧？頭先翻咗喺西山線嗰度，冇問題冇急車。阿威都追得好快嚟嘅。2、3車咧應該距離只係爭呢個2秒鐘嘅啫，2、3車爭2秒鐘。頭2車爭9秒。靚車得頭先嗰啲講翻我2車嚟嘅，讓埋3車更加好啲，唔該晒。3分嘅50秒，努力阿威。半條直路應該追到㗎。寶馬你身邊後邊嗰個三車你身邊係啦，哇！唔該晒，哇嚇，咁佢喺後邊過要見4分10秒啊，有機會㗎哇！唔好放棄啊！4分半鐘。多時唔可以喺後邊嘅，唔係得嘅。半條直路。
最後10秒。好啦，摩奇終於打破速龍啦，可以要瞓仔啦。一等頭車夜車翻嚟嘅翻到叻咧就冇錯，最後成績頭車2號、2車4號、3車1號、2、4、1、3、5、6、7、2、4、3、5、6、7，比賽完車6名快2車。哇！奇快俾我追到啊！停啦！2、4、1、3、5、6、7。屌你哋下一場啦，恰鳩我做下一場過嗰下真係，屌直路根本唔夠快。直路講拜拜嘛。哇！頭先真係睇住 Walkie 過河。唉。OK，你有冇打敗我？